26章，耶稣讲完这一切的话，就对学生讲：恁知影，过2日是逾越节，人子特别受交予人，钉伫十字架顶。迄时，祭司长甲民间的长老聚集伫大祭司称作该亚法的店内，大家议论要用盔甲掠耶稣刣伊，只是讲当节的日子毋通，惊了民间生乱。耶稣伫伯大尼太高西门的家内，有一个妇人人摕一玉盘极贵的香油来，趁耶稣坐倒的时阵，压伫伊的头顶。学生看见就真无欢喜，讲啥事安尼公费呢？这个香油通卖真侪钱，真侪送向人。耶稣看出因的意思，就讲：为什么为难这个妇人人呢？伊伫我的身顶做，是一项好事，因为常常有送向人甲恁同在，只是恁无常常有我。伊将这个香油压伫我身顶，是为我安葬做。我实在甲恁讲，普天的下面，无论伫什么所在传这个福音，也着讲这个妇人人所行的，做一个纪念。当时12个学生内面，有一个称作加略人犹大，去见祭司长，讲：我将伊交予恁，恁愿意予我偌侪钱？因就予伊30块银。对迄时阵，伊就找机会要将耶稣交予因。拄到节的第一日，学生来问耶稣讲：你这逾越节的颜色，爱阮伫倒落甲你备办？耶稣讲：恁入城去，到某人迄位，对伊讲：先生讲，我的时阵到啦，我甲学生要伫你的家内守逾越节。学生遵趁耶稣所吩咐的，就去备办逾越节的颜色。到下昏，耶稣甲12个学生坐倒，拄这的时阵，耶稣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恁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。因就真忧愁，一个的问伊讲：主，是我嘛？耶稣因讲：甲我阮手伫盘呢，就是伊要卖我。人子的确要离开世间，亲像圣经顶记着伊所写的，总是卖人子的人有知会啦。迄个人无活伫世上倒好，卖耶稣的犹大问伊讲：rabbi，是我嘛？耶稣讲：你讲的是。因这的时阵，耶稣提起饼来祝福，就掰开分予学生，讲：恁摕着食，这是我的身体。佮提起杯来祝谢了，分予因，讲：恁拢啉这个，因为这是我立新约的血，为侪人流出来，互罪得到赦免。总是我甲恁讲，对当以后，我无搁啉这个葡萄汁，直到我伫我的爸的国内，甲恁啉新的迄个日子。因唱诗就出来去橄榄山。迄时，耶稣对因讲：今暝恁为我的缘故，拢要跋倒。
因为圣经顶记讲，我要拍牧人，羊就分散。总是我搁我以后，要伫恁大声去加利利。彼得讲，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绊倒，我却永袂绊倒。耶稣讲，我实在甲你讲，今暝过啼的大声，你要3摆毋认我。彼得讲，我就是的确着甲你3甲4，也总袂话毋认你。众人拢是安尼讲。耶稣甲学生来到一个所在，名叫客西马尼，就对因讲：恁坐伫遮，等我去迄边祈祷。对安尼大彼得甲西比太的2个囝3甲去，就忧愁起来，极其难过，就对因讲：我心内真是忧伤，差不多要死。恁伫遮等我，甲我3甲警醒。伊就着我往前行，趴伫地呢，祈祷讲：我的爸啊，世事若通行，求你互这个杯离开我，总是毋通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来到学生迄位，看见因困了，就对彼得讲：怎样样？恁袂话甲我警醒点仔久吗？总着警醒祈祷，免得入袂迄。恁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。第2摆搁去祈祷，讲：我的爸啊，这个杯若袂话离开我，的确爱我啉，就愿你的旨意得着成。搁来看因困，因为因的目睭夜线，耶稣搁离开因去啊。第3摆祈祷讲的话，犹是甲以前一样。对安尼来到学生迄位，对因讲：现在恁犹原困安歇吧，时阵到了，人子受卖伫罪人手内，起来，咱行吧。看啊，卖我的人近啦。讲话的中间，迄12个学生内面的犹大来了，阁有真侪人带着刀棒，对祭司长甲民间的长老迄位，甲因3甲来。迄个卖耶稣的，互因一个暗号，讲：我甲一嘴金喙，一嘴就是伊，恁通掠伊。犹大随时到耶稣面前讲：请列比平安，就甲伊金喙。耶稣对伊讲：朋友，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。对安尼，遐个人进前下手掠耶稣。有军队耶稣的一个人，伸手背刀出来，将大祭司的奴仆射了一刀，射加入伊的一个耳孔。耶稣对伊讲：收刀入手吧，凡那动刀的，的确死伫刀下。恁想，我袂话求我的爸，现在为我差遣12营较侪的天使来吗？若是安尼，圣经顶所讲，事情的确安尼的话，怎样用应验呢？当时耶稣对众人讲：恁带刀棒出来掠我，亲像掠强盗嘛。我一日坐伫殿内教示人，恁并无掠我。但这一切的事成就，为要应验先知册顶的话讲，当时
学生拢离开伊逃走。掠耶稣的人将伊带到大祭司该亚法迄位，文士甲长老已经伫遐聚集。彼得远远会缀耶稣，直到大祭司的厅内，入到内面，就甲车爷三角坐，要看这个事到底怎样。祭司长甲公会找假见证控告耶稣，要治死伊。虽然有一寡人来做假见证，总得袂到实在的凭据。路尾有2个人进前来讲，这个人捌讲，我为拆毁上帝的殿，3日的内面阁建造起来。大祭司就徛起来，对耶稣讲：你什么拢无回答吗？这个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？耶稣却无讲话。大祭司对伊讲：我指着永活上帝，互你起咒纸，甲我讲，你是上帝的囝基督，毋是？耶稣对伊讲：恁讲的是，总是我甲恁讲。后来恁要看见人子坐伫迄个关灵者的正边，甲天顶的云降临。大祭司就拆开衫讲，伊讲欠权懒散的话，咱何必阁用见证人呢？这个懒散的话，现在恁拢听见啦。恁的意见怎样？因讲，伊是该死的，伊就配烂伫伊的面，用拳头拍伊。也有人用手掌扇伊讲，基督啊，你是先知，甲阮讲，拍你的是一罪。彼得伫外面厅内坐着，有一个侍女进前来讲，你素来也是甲迄个加利利人耶稣一伙。彼得伫众人面前却毋承认，讲，我毋知你讲的是什么。既然出去到门口，阁有一个侍女看见伊，就对迄位的人讲，这个人也是甲拿撒勒人耶稣一伙。彼得阁毋承认，并且起咒纸讲，我毋捌迄一个人。过了无偌久的时阵，边仔徛着的人进前来，对彼得讲，你真是因一党的，你的口音将你显露出来。彼得就发咒起纸讲，我毋捌迄个人。脸边瓜就提了。彼得想起耶稣所讲的话，瓜提以前，你要3摆毋认我，伊就出去大吼。